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在今天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来这边一起来聚会，我们来做一个预备的祷告，也预备自己的心。我们在天上的父，请原谅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以忙碌的日子来做借口，不管是口腹的欲望、外表的欲望、虚荣的欲望等私心，在这个过程中就总是忘记你的话语，捆绑着我们的心。求你今日带领我们生活可以每日不断的更新，特别是灵里的生命，在日日的成长，看到生命的本质，也为着自己，更为着众人活出基督的式样。感谢你，让我们在今日有平安的心，在此一起聚会，从开头到末了，都是为了敬拜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让我们一起诗歌敬拜，心灵粮食选第593首。可以的话，我们请一同起立。乐哉家庭，我们唱全首。一起同诵使徒信经。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以后也
们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请翻开旧约625页诗篇第98篇，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攻读这一段经文。那由诗会这边会带领投影片等一下白色的字句，那会众我们就印橘色的字句。我们今天诗篇98篇，旧约圣经第625页。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中显出公义。纪念他向耶和华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大水拍手。第9节，我们一起来，因为他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接下来公导，我们请参考周报的第3页。我们一起来为世界、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一起来祷告。慈悲阿姆天父啊，我们为着非洲国家苏丹祷告，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也为着卫理公会南区教会祷告，平安卫理堂洪美林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而祷告。我们也为着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聪明智慧，给执政的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也为着台湾水情告急，旱象冲击民生、观光以及产业的发展，恳求上帝而格外施恩，使水情恢复平稳。按着你的话，你的赐福，就使台湾降下足够的雨水。我们也为着近日的疫情逐渐在台湾可能有比较严重的扩散，或者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也为着这个事情能够在上帝的带领下，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让台湾人民能够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幸福。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接下来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蔡绵绵姐妹来为我们读今日的经课。今天的经课在《使徒行传》第10章44到48节，请翻到教会圣经179页。《使徒行传》10章44到48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接下来，约翰一书5章1到6节，请翻开349页。约翰一书5章1到6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今天喜乐发音班要献唱摇篮的手和我的妈妈。
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的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妈妈爱我，我也爱她，站她身旁真欢喜。心里有时忧闷伤悲，她会给我得安慰。多少艰苦，多少眼泪，窗前祈祷谁人知？我们谢谢喜乐发音班。接下来诗会读经，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第13到第14章，教会圣经第11页。创世纪13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得，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得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得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得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得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得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14章，当暗拉菲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玛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拿、西便王善以别和拉比王，拉比就是索尔。这5王都定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玛12年，到了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玛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伐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便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玛、哥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菲、以拉撒王亚略交战，乃是4王与5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器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4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兄弟，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拔，把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第17节，亚伯兰击败基大老玛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接下来是诗班献诗，今天献的诗是《风和爱》。
下来证道。我们今天是请陈启峰牧师又回到娘家来为我们一起证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生平，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很高兴回到我们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恩典。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亚伯拉罕的故事13章跟14章。刚才我在台语礼拜是讲12章，所以是接续下来。如果我们读了12章，我们就发现亚伯拉罕所领受的赐福应许是何等的大。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那你的去。”然后呢，上帝就给他一个很美的应许：凡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你也要使人因你蒙福，你要使万族因你蒙福。换句话说，亚伯拉罕领受的圣召是一个使万民因他蒙福，所以他要成为别人的福星。可是我们看到12章的下半段，发现他实在是有够糟糕。他在埃及，他的呼召是那么的高深，那么的神圣，那么的庄严，可是他在埃及的表现是黯然失色。我用台语说，伊是卖某做大姑啊，地搞煞妇孺啊，卖妻求荣，这是何等的难堪！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本性没有比较优越，他为了获利，为了避祸，不惜卖妻求荣。像这么软弱的人，也可以做信心之父，上帝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神并不需要用高贵的人格做素材，他能够将基梨变成松树，将荆棘变成桃树。我们的本性一无可夸，但是那个使顽石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上帝的全能就这样彰显。所以我们很奇妙的，经过13章一进来，同一个人表现竟然天渊之别，天差，哇，这差距太大了。那我们今天来看13章、14章，他怎么又翻转他的人生，又变成个福星，实在是很奇妙。如果按人的说法，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100年身。恐怕他没有办法从可悲的错误跟失败转回，他应当受报应，不然的话，他良心有亏，一辈子都在舔伤口。他可能永远见不到他忠贞的妻子，良心里面烙印着懦弱背叛的印记。即使撒拉被归还，受骗而愤怒的法老可能会报复这个用厚礼恩待他的外地人，可是整个改变了。所以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我们的软弱、失败、挫败当中，也不需要在那边舔伤口，更不需要怨天尤人。我们的人生可以翻转，走向另一页。那我们就来看13章。13章他跟罗德，你知道他对罗德的慷慨啊。罗德是一个孤儿，卑微的孤儿，他把他养大，哥哥的孩子，把他养大，养大以后，给他牛羊，教他牧羊的技术，又给他牧人，他开始富有起来了。你知道富有起来以后，就发生了什么事？罗德这个人心术不太正，为什么我叔叔还有那么多羊群没有给我？有一些人你给他的话，他就贪得无厌，所以他就做什么？放狗咬人。
什么叫放国咬人？他叫他的牧人去跟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你知道那相争很不得体哎。第7节说，当时迦南人跟比利时人在那里居住呢，他们是外乡人呢，当地的原住民虎视眈眈呢。听闻他们失和，马上趁机奇袭，然后把他们的牛羊夺走，把他们的所有的家人变成奴隶。在这种情况下，罗德不会顾大局呢，了解吗？他就被来惹，被来乱呢。哇，你看那个你看呢？我的儿子收你做义子，起尿气嘎爆爹，怎么办？他们若团结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如果我们团结，我们就能够站稳；分裂，我们就会跌倒。所以很清楚的，亚伯拉罕就找他来，马上说什么？你我不可相争，了解吗？就针对他，你卖放高来嘎啦，卖龙告修嘎啦，了解吗？你我不可相争，所以你的牧人跟龙牧人也不可相争。然后呢，讲完了以后，罗德说，他对他说，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叫做兄弟。他说好了，你既然不要做我的儿子，我们就以兄弟相待，可以吗？这个多大方啊！接着马上说什么？马上是他说，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西，我就向东。意思是说，你先选，我 OK， 选剩的才给我。你们知道，当地的人是长子才有优先选权呢。结果他说，你变成是我的长兄，我是小弟，你先选。这个亚伯兰怎么会这么大方？结果罗德说：“你讲的哦，你讲的哦，我向左，你向右，我向右，你向左，那我左右都要，了解吗？”罗德这个人罗而得之，大小通吃。他说：“我们这样叫双赢。什么叫双赢？我就连赢你2次，把你建在大地上。我们本来双赢是 I'm OK you OK 嘛，对不对？对不对？亲子双赢，夫妻双赢。可是大陆的双赢叫做什么？就连赢你2次，把你踩在地上。罗德就是这样子。所以罗德精不精啊？就是这样子罗而得之。”全部都夺走，所有一起开垦、一起拓殖的牧地、牧草地，加上水源，全部被罗德夺走。因为你先讲的，了解吗？他只好黯然神伤的带着他的羊群，带着他的牧人，就到什么样？南地到高山上去那里牧羊。平原全部都被罗德拉分走了，请问是你我，你情何以堪呢？对不对？我这许多人呢，我先讲，你至少也不要客气一点，对不对？这时候就不要。好，请问当罗德一走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我们就来反省。请问罗德一走的时候，他会不会黯然神伤？罗德连都看他一眼不看，甩了就走。牧人都带走了，全部亚伯拉罕失去了罗德这位至亲，这位友伴，结果自己单独的在那边走。罗德走了，罗德不要我了，罗德不要我了，我变成老国困了，我老婆老妹弟呀，我在的迦南地搞了那么久，最后希望他做儿子，儿子也不要我。被一阵凄凉笼罩，他只身在迦南这个险恶的环境中，果叫差人的滚呐！听懂台语吗？我这孤鸟在这里很可怕。结果呢？圣经上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只有神与我同在。”了解吗？
即使所有最亲的人弃绝你了，上帝还是与他同在。感谢神，我们的恐惧，我们都以为神不与我们同在，其实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上帝就对他怎么说？他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罗德也举目看约旦河的全平原，对不对？请问你在全平原看的地方比较大、比较辽阔，还是在高山上？他在高山上呢。我读到这一节，我就想起廖俊奎了，常在高山上向东西南北观看，对不对？所以他非常有意向的人。还有阿台兄也是喜欢爬山的，向东西南北观看。圣经上就这样讲。他的处境是最卑微的，全平原没有了，但是上帝却让他变成什么？进入制高点，看得更远，看得更大，看得更广。然后上帝说，这一些东西都要给你和你的后裔，了解吗？罗德不是你的后裔啊，罗德不配得。罗德以为全平原。请问他往东西南北观看的时候，有没有包括全平原？有啦，罗德只是暂时的拥有啦，所以他本来低头垂头丧气，结果上帝叫他怎么样？举起头来，举起头来，好奇妙！再怎么孤单，都有上帝的同在。你知道吗？他这么慷慨，却只有罗德反食。变成贪婪，然后罗尔得知，哎呀，这个罗德是亚伯兰以爱心、以关怀、以收养、以呵护、以关注教育他、培养他，跟他分享，结果反过咬过来，然后亚伯兰用平等的兄弟待他，对方却完全不领情。可是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为什么要这么做？真的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因为亚伯兰心中有宝贝，罗德没有应许。罗德只看见世上的财富，但亚伯拉罕为取得应许，这个应许比世界一切都宝贝，使他得到自由。那个应许是他安身立命、听或支配，他随时准备付出。这样了解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世上真的争不完呐。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不只得到这个应许，上帝马上要他凭信心支取，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你走到哪里，我就赐给你。请问你会怎么样？你会就在一个小地方定居吗？还是需要一直挪帐篷，到哪里都在哪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在那里足坛敬拜，凡他脚掌所到之处，上帝都赐给他。所以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就是求主给我力量去得取。壮胆是膝盖要不屈不挠的站稳，继续走，好奇妙。所以他放弃了 small ambition， 结果上帝给他更丰富的。这我就记得一个故事，有一个王子要选王妃，从2-3千人初选入围，最后剩下12个人，他就带他进去所有皇宫的宝藏里面，说我们现在最后的一关，看你们哪一个人最有智慧，选择什么宝贝。大家都选啊，只有一个准王妃不选。他说：“那王子说你为什么不选呢？”他说：“你说这里面的都可以选哦。”对。然后他就抱着王子说：“我选你。”了解吗？他一选的王子，他们选剩下的时全部是归他的，对不对？当我们有主万事足，无罪一身轻，这个是罗德跟亚伯兰的对比。好，接着我们来谈下面这个故事，更精彩。结果4王5王的打仗以后，罗德迁移帐篷，渐渐往什么所多玛去。结果所多玛一卷入战争的时候，他全部都被掳走。所以罗德所拥有的昙花一现，
当时的战争被掳走以后，你所有的妻子、女儿就变成别人的奴隶，而且是性奴，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儿女就变成人家的奴隶，所有什么都没有了。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说？说上帝啊，感谢主，深渊在你，你是公义的，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有没有这样讲？然后他说：“哇，罗德不要我了，自暴自弃。”没有，罗德不要他，他就上了高山，就在那里训练了他最精壮的家丁，训练了318人。所以罗德的左带给他更加的精进，更加的努力啊！不但努力啊，他还跟曼利，跟雅什各，跟所有跟那里的当地的原住民的各个大部落变成一个策略联盟。所以罗德走了，我没办法依靠你，但是朋友更好，了解吗？他就广结善缘，然后建立了整个一起保护网。所以当人家说罗德被掳走了，请问你会怎么样？他的慷慨度量继续表达，他没有说好，你报应了，你报应了，对不对？在我身边你不要啊，偏偏要那个，你真的是短视近利，你真的喜欢抄短路，你现在得报应了没有？亚伯拉罕清清楚楚的做了什么事，他就跟以实各、跟亚乃、跟几个人，他们知道他们那个打仗完了以后，到了晚上就怎么样，把所有女人叫出来玩，然后喝醉酒，把所有男人都捆着，然后糟蹋人，然后就开始整个在那边喝醉酒的时候，结果没想到战争完了在享受的时候，突然以实各、亚乃、亚伯兰跟他的壮丁整个杀进去，他们那个措手不及，就这样子得胜了。请问他得胜了以后，他做了什么事？请问他做了什么事？罗德回过来，照当时规矩，变成我的奴隶，了解吗？你儿子不当，兄弟不干，来回来当奴隶，给你教训一下。结果有没有？没有，他放罗德走，啊，罗德就大大方方的再走。我实在是这种人哦，实在有没有救啊？有了，继续救了。他要为他为所多玛祷告。实在是，你有没有发现，亚伯兰似乎不理智，这么危险、这么大的事，他竟然用318人对抗北方4强，在庆功宴的时候夜间突袭。你有没有发现他为什么甘冒风险，而且让自己跟自己的人都冒死亡的危险？请问你是亚伯拉罕，你要干这种事吗？你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你容许你的丈夫去干这种事吗？请问亚伯兰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克服心中的恐惧？请问战争会不会恐惧？出鼠日生啊！亚伯兰为什么有这么果断，这么不按常理出牌去追赶这么强大的敌人？亚伯兰为什么有这么宽容的大量，能够克服对罗德的埋怨？只有一个秘诀，就是上帝的宝贝在他心里，上帝的应许在他心里。他大可以跟罗德说：“你西西也喝了，这你自己找的啦，你自己选择的，你自食恶果啦，我为什么要帮你揽责？”这样了解吗？请问这样有没有卸责？没有啊，我又没有劝你，对不对？可是他胜过人间的险恶，使罗德因他蒙福。请问他是不是福星？这一点很美啊。好，第二个方面，他一回来的时候，面对2个王来迎接他，我相信这个来迎接他的2个王成强烈的对比，而这时候他的征战更大。为什么征战更大？第一个是麦基洗德，他是个祭司，是撒冷王，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所以他认为亚伯兰的成功是至高神将敌人交在亚伯兰的手中，所以亚伯兰，你当称颂神，至高神，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时候他一得胜的时候，他要马上从最高的宝座谦卑了下来，然后献上1/10，难不难？难啊！东吴大学第一任的校牧是我的好朋友，他以后到东海大学当校牧，也当哲学系的系主任跟研究所所长。他的儿子是陈维平老牧师给他施洗的。陈维平老牧师讲一个故事。陈维平老牧师是我读高三，民国1972年啊，1971年的时候死的，97岁。他以前是凯歌堂的牧师，他走了以后才做联华牧师。他以前也是重庆凯歌堂的牧师。当抗战胜利了以后，你知道吗？一胜利，日本发表投降的时候，他就把奖章讲稿写好，然后圣经季节查好，就去见蒋委员长。他说：“蒋委员长，现在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家胜利了，请你跟我去教堂，对全国军民同胞广播。”说感谢上帝的保守跟恩典，了解吗？请问这个事好不好？好不好？很美好啊！结果呢，那蒋委员长都把圣经拿过来，摔在地上，哪有上帝？我就是上帝。请问你是他的牧师，你要怎么处理？他说：“蒋委员长，请你捡起来。”跟我去认罪。他说：“我再讲第2遍，蒋委员长，请你捡起来，跟我去认罪。你没有资格对全国人同胞讲什么，你只有唯一的，就是认罪。”很凶啊！你知道陈维平老牧师是谁啊？他老爸就是义儿团的时候被杀的一个殉道士啊。他不怕，他说：“我顶多被你杀死嘛。”蒋委员长，我郑重告诉你，我奉主的名告诉你，请你捡起来，跟我去认罪。结果呢，蒋介石有没有拿起来？就拿起来去跟他认罪。认罪以后，他讲一个秘密，说他这么一丢就丢了大陆。上帝厌恶骄傲的人，了解吗？他这么一捡就捡回台湾，他有去认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亚伯兰难不难？非常难呐！一个人正在最高峰状态下，对谦卑的说：“我只不过是管家，我一切得胜都是上帝的赐福。我明明操兵操到要死，了解吗？我明明打架，我半夜计划了，但是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一点够难不够难？很难嘛，对不对？对亚伯兰已经很辛苦了。第2个，你知道第3个？面对谁？面对所多玛王。所多玛王有够厚脸皮的，对不对？他说：“我就是照顾罗德那个所多玛王，罗德被你照顾，被你宠坏。”他说：“我的人还给我，所有东西你带走。照当时的规矩，不可以，他没有资格取得人民啊，因为人民就全部变谁？变亚伯兰的奴隶了，了解吗？你的财产你也没有资格跟我拿了。”结果亚伯兰做了什么更慷慨的事？他对所罗门王有那么显见的大方，他说什么？他说：“你的财产一根一线我都不拿，对不对？因为你是一个罪恶之都，我不愿你的人，我当然不要，我不愿在你的罪恶上有份。”免得你的一根一线我也不带，我也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发财。请注意，亚伯兰这一种跟罪恶切割，跟那个精神好不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就是曾经在埃及这么软弱的人，同一个人变成天渊之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在软弱中，在失败中，不要灰心。上帝仍然看重你，使你成为福星。亚伯兰为什么能够对战利品毫无所贪，而且大声说：“
至高，我向上主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起誓。亚伯拉罕的财富就是上主，就是上帝的应许，就是喜讯，所以他甘心。我这个有录音哦。我在卫理公会的遭遇也是不怎么好玩。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跟我讲说：“陈牧师，举头望星星，低头看你的儿女的成就，感谢主，全身一退就好了。”感谢主，你知道吗？最后一点更难。亚伯兰可以把他所得的分配了以后还给人家，这本来是他应得的份，他不要。可是亚伯兰却说什么？只是我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10个幔利所应得份，任凭他们拿去。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啊？这些人跟我拼死，出死入生，对不对？整天在跟我拼，所以他们应得的份，我不能慷他们之慨。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得的，我不能自己慷慨，把他们也慷慨。有没有这种人？最喜欢慷教会的慨，对不对？最喜欢慷传道人的慨。我以前在一个地方讲道，不想讲了。讲了差不多30次，那个人说：“陈牧师，你很有钱，所以我们不要给你钱，车马费可以吗？”我说：“好啊，好啊。”结果我才知道，他们那个团契每个月奉献超过100万，实在是好。他慷我的慨啦，了解吗？结果这个弟兄，这个亚伯兰说：“我不能替他们做主，慷他人之慨。”所以亚伯兰这个人义利分明。他保障跟他同盟者的利益，对不对？而且他们吃的用的都已经用了，也不能叫他们还，本来就是应该的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这个人很清楚，分得很清楚，对上帝敬拜，对罪恶不妥协、切割，对罗德自己的家人分清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对不对？但对我的同盟者呢？他们应得的，他们该得的，他们吃的用的，本来就应该给他们，我不需要慷他们之慨。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真的是福星呐？请问下次跟他同盟的人愿意不愿意为他出生卖死？当然愿意啊，同意吗？以后所多玛王要什么罪恶的时候，会不会找他？不会找他了啦，了解吗？因为我也没有拿你的，我没有吃你的，对不对？你反过来要我做什么？没有，所以他变成自由。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成为福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感谢你。亚伯拉罕虽然有软弱，有失败，但是从他的身上，我们在看见他一再慷慨的善待罗德。结果你给他的更高、更美。他善待所多玛王。他也对于麦基洗德，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恩。他对他的联盟者的权利保护得这么好，我们也献上感谢。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反省我们心中的宝贝是什么，使我们能够自由的行事，成为一个慷慨待人。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的正道，接下来金句背诵在创世纪12章1至3节，我们来一起背诵2次。我们一起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12章1至3节，再一次，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要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12章1至23节。接下来回应诗歌，我们一起翻开《心灵良诗选》第595首《母亲的爱》，我们唱全首。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慈悲爱我们的天父啊，父母亲给予孩子是无私的爱，就像你更差派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了拯救众人。你是至高无上的爱，万事也是因你而来。我们仅是一个好的管家。今日我们侍奉一些金钱来求主
为金钱做工，求主悦纳，求主的垂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肩起立，向主献成歌。我们现在欢迎今日来到聚会中的新朋友，第一位是林丽清姐妹，还有李雅云姐妹，还有高瑞玉姐妹。希望之后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那我们等一下会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拱手问安，也可以跟我们今日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可以彼此的问候一下。请大家慢慢回座喽。
接下来是报告的事项，这边有3点先补充哦，没有在周报上面的。第一个是爱读经计划第1阶段活动已经在4月底结束。那如果有报名参与并完成读经进度的弟兄姐妹，可以请到办公室领取单据填写，那交给淑清干事做领取奖金的一个依据跟鼓励。第2点是第2阶段读经计划是5至8月，那有要新加入读经活动的，那也请到办公室领取报名表。第3点是今日的成人主日学暂停一次，那接下来是周报的部分，今日为复活节第6主日，欢迎参加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恳请大家与全球百姓同力，祷告求上帝赐下医治和遮盖，经历神的保守，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今日也谢谢陈启峰牧师前来证道，求神赐福陈牧师以及牧家的身体健康，服事得力。第3点，今日今逢母亲节，也敬祝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本堂为每一位母亲备有一份礼物，在会后请至1楼接待桌领取。下周主日国语堂邀请杨建宏传道分享信息，请为建宏传道以及宇轩传道家庭以及未来的侍奉祷告。下一个主日5月16号，教会将聚会后举行消防逃生训练，如警报声响起，请大家不用惊慌，跟随引导人员做疏散的动作，到1楼避难处，还有后方的停车场以及1楼的人行道。那结束后会直接参加成人主日学。同样的，下周日主日后12点半将召开儿童夏令营的第2次筹备会，邀请参与服事的各组同工以及有意愿参与夏令营活动志工的弟兄姐妹留步参加。第7点，下周45月20号查经祷告会将提前改期到5月19号的晚上7点30分，与高雄卫理堂年议会会前祷告一起举行，欢迎弟兄姐妹前往参加。第8点是卫理公会年议会将在5月22号礼拜六在台北卫理堂召开，本堂会有代表赵义兰和蔡伟文牧师一同参加开会，请为会议顺利出入平安代祷。第9点，4月份的财务收支表、5月份的执事会议记录都张贴在公布栏了，请大家关心。第10点，教会将预备在7月8号到7月11号举办暑假的儿童音乐品格营，欢迎国小1年级至6年级学生报名参加，名额有限，请尽速报名。详细的内容请参阅公布栏。第11点是制服艺人学院活动已经开始进行，愿上帝祝福各项活动的进行顺利。第12点，教会跟长庚祈祷室合作，在五玄国小上欢乐美语班，请关心代祷。也为2021年今年教会聚会人数增长至200人祷告，求上帝添加得救的人。还有肢体消息，为着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而祷告，也为身体不适的黄黄秋、周雄树后、刘世文听力、黄彩和、黄丸子、周春和、赵连秀母亲、黄清良、孙妈妈的身体疗养代祷，也为4、5月份来到教会的新朋友来做代祷，希望他们可以持续的一起来为我们跟着我们一起聚会。蔡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那我们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每一个人都像亚伯兰一样，使我们的家人，使我们的邻舍，使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
都因我蒙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坐。殿乐，你在殿乐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代祷。